上帝的教會為地區同社會付出嘅努力，亦獲得國家嘅認可。2015年獲頒總統團體表彰，2003年獲頒總統表彰，2004年獲頒國家級功勳勳章。另外，仲連續獲得各種大大小小嘅獎章。呢啲都係順從上帝良善嘅教導，實踐母親教誨嘅信仰結果。僅僅係60幾年嘅時間，上帝的教會就已經展現出咁驚人嘅成長。按照上帝嘅預言，上帝的教會由東方地極韓國興起，喺1948年由晏省看上帝開啟福音嘅黎明。Wonderful Korea, Wonderful Church of God。世界嘅吶喊同歡呼聲中，承載住對上帝的教會嘅真摯渴慕，成為新福音發源地嘅韓國，成為新福音聖地嘅上帝的教會。而家世界各地尋求上帝的教會嘅人去緊邊度呢？太陽啊，冉冉升起；黎明啊，揭開破曉嘅序幕，以洪亮嘅聲音開啟新嘅一日，預備迎接全新嘅清晨。喺東方地極，日出之地，清晨之國，黎明起始嘅地方，升成上帝的教會，巍然興起，撼動全世界。